继续来看海巡署第1台4000吨级的巡防舰，今仔日来落水。总统是亲身来进行着并管仔的仪式，祈求新船航行平安，而且号名号做嘉义舰。这台嘉义舰有手术室，有负压隔离病房，为台湾海上医疗救护的力量写下全新的一页。恭迎总统莅临会场。 总统罗南到高雄的台船码头，为咱国海巡署头一台4000吨级的巡防舰主持落水典礼。各位贵宾，公报敢若代表好格调，祈求新船航行平安。现在在我后面就是海巡署最大舰艇，它长达了125公尺。总统蔡英文也亲自为它命名。现在我正式命你的尾音为嘉义舰，命名人总统蔡英文，中华民国109年6月2日。 这台海巡舰有定海火箭弹等等武器系统，卖使互直升机降落，除了有和平战时转换功能，舰艇有手术室、加负压隔离病房等医疗功能的曾经，估计年底会完工。相当等同于野战医院，它的电力供应是不断电系统。 国舰各自采用是美国团机级巡防舰的设计，海巡署10年要做141台舰艇，目前估计会使提早完工。